一般人認為用料靚、實用同埋舒適就已經係一個理想嘅居所，但新鴻基地產認為，除咗以上呢啲基本條件之外，一個理想嘅居所係應該做得更好，要求更高。Cybertecture 咧就係用一啲新嘅科技咧去設計將來嘅世界。今次咧，我哋用 Cybertecture 咧去設計一間新嘅房咧，去表達 YOHO 啦。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啲新嘅科技咧，去俾到啲人咧睇得到將來 YOHO 起咗出嚟之後咧個氣氛係會點樣。我哋全部嘅 showroom area 咧都好大，所以我哋特登咧就要做一個好 strong 嘅 theme，YOHO 嘅 theme。我哋有個 Starbucks 啦，就對我哋嚟講咧就係 casual 啲、warm 啲嘅設計。咁加埋咧，我哋有個新潮啲嘅 IT 嘅設計，就 for 啲 high tech 嘅 look。咁每個設計咧都有少少唔同，全部咧都係好舒服、好 strong 嘅 concept。品味唔係一種奢求，而係一種需要。YOHO Town 雲集國際級嘅設計師，為每一位住客締造一個屬於自己品味嘅安樂窩，一個國際級嘅居所。YOHO 咧就對我嚟講咧就代表好似 SOHO 咁咯，咁咧就係 for 後生啲個家庭嚟發展咯。人類咧係有5個 senses 嘅，眼啦、鼻啦、耳仔啦、touch 啦，同埋感覺嗰個溫度啦。咁我哋咧就想用 Cybertecture 咧去表達到 YOHO 呢個 experience 啦。其實咧，我好有信心咧 ，YOHO 利用埋 Cybertecture 咧，係可以俾到香港一種好新嘅住宅嘅經驗咯。我希望 YOHO Town 俾到啲年青嘅人一個 dream house 嘅感覺。新鴻基地產一直以心見家，以人為本，一切盡在YOHO Town。